Ben Sir， Harrison， 電影長短打，歡迎大家收聽電影長短打。轉個頭又一個星期翻嚟啦。咁啊，上個星期咧臨尾咧講過呢個奧斯卡啦。咁都講過啦。今個星期啲片啦開始啊，啲奧斯卡片啊，一係就上咗啦。之前啊有啲，但係有啲咧就大家未睇，而家咧就陸續開始上畫啦。咁先講一套咧就係最佳外語片嘅提名作品啦，就叫《美麗末日》啊。咁話明外語片啦，即係講真就唔係英文嚟嘅，咁嗰啲係西班牙文嚟噶嘛，係咪啊？係冇上西班牙文，冇錯。係啊，導演咧應該譯音啊，我唔知佢係用跟英文譯啊定西班牙文譯嘅，叫做艾力謝路伊拿力圖啊。同埋男主角啊，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啦，就係200萬奪命奇案嗰位，即係殺人不見血，唔係殺人會見血嘅，殺人不眨眼嗰個男演員啦。髮型樣衰啲咁樣啫，當時就話。巴頓係佢中文譯名，我喺香港譯法係啦。你講多次叫咩話？荷爾巴頓係荷爾巴頓係啊。呢套片咧。我推介觀眾入場睇啊，因為雖然係外語啦，唔係英文啦，大家聽文就唔係好知講咩㗎，一定要睇字幕。咁但係成條片咧嗰個即係講低下階層啊，同埋講嗰個命途啊，一個人嗰個命途點坎坷啊，但係其實佢最重要嘅一切都係屋企人啊，佢嘅小朋友啊咁樣。套片係睇落去好 sad 嘅，即係一直睇落去覺得嗰個男人真係好慘咁樣。咁我會推薦嘅。阿 Harrison 你覺得咧？同埋你補充下啲資料，我都唔係好記得啲資料，因為我好喜歡一套戲嘅都。即係開頭嗱，佢導演成名就我冇記錯，中文應該係叫《狗男女的愛》咯，即係應該係啲因為導演係墨西哥人啦咁就男主角西班牙人啦，不過唔記得墨西哥同西班牙都係講西班牙文噶啦，咁就溝通冇問題噶啦，呢個我有廢話講完啦。咁就佢就跟住之後咧喺荷里活又拍過呢個21克生命可以有多重啊，我冇記錯中文譯名大致咁啦，即係 21 grams 同埋跟住係一套巴別塔啦，早喺都4年前嘅啦，一套真係大堆頭啲啦，即係幾個地方角度，仲要埋畢比特同呢個基蒂白蘭茲做其中嘅一對嘅主角咁樣啦。咁但係相對地呢一套又比嗰兩套精彩好多，因為我覺得21克同呢個巴別塔咧，好似係奉承呢個荷里活而拍一套說教嘅電影嚟嘅。即係有少少虛嘅情義，點解一個白人優越感係咁重啦？即係最尾嗰種咁嘅教育電視式嘅大團圓結局啦，要溝通啊，要諒解啊，大家先可以有呢個美麗好新世界、好世界咁樣嗰啲咧。我睇到有啲打冷震嘅，真係，真係即係對呢啲即係過咗去荷里活就已經係冇晒自己嘅即係嘅導演嚟講咧，係有啲遺憾嘅。好啦，呢套相對背景咧我冇記錯啊，佢因為佢個其實應該係西班牙，不過某啲就唔係西班牙，就唔係巴塞隆拿之類咁靚啦，係某啲比較啲窮街陋巷嘅角落咁樣嚟嘅。咁就戲咧就成套係睇得正如阿 Ben Sir 話，真係睇得好唔開心，好唔舒服嘅，因為呢個套戲就係講呢個男主角阿查維巴頓咧，就患咗末期嘅癌症嘅，咁都即係差唔多可能要離世噶啦，咁就趁行得企得咧，佢有好多嘢做緊，佢某程度係一個典型嘅古惑佬，即係古惑佬，即係正職佢又冇嘅，佢又會識通靈啦即係又可以咧，即係做啲中間人啦，即係對啲非法移民又好，啲黑市勞工又好，幫佢哋揾工作，跟住中間賺翻啲傭啦，咁樣過日子。咁呢個套戲故事內容咧，就其實坦白講就好單線發展啦，即係講佢遇到啲乜嘢人，跟住即係周邊就講下嗰啲人嘅生活點樣啦。生意就唔算好大。我係欣賞個導演拍得即係嗰種個苦況咧好好之餘，亦都係其實坦白講，雖然套戲係比較好悲觀，但係亦都有啲好樂觀嘅篇幅嘅。同埋嚟得係好睇得冇咁即係再冇咁說教嘅嘢啦。即係其實呢套戲一個人死之前，其實有咩想做嘅？即係想佢下一代都過得好啲啦。對過往一啲仇恨，尤其是同佢個即係唔知係咪前妻啦，已經叫做即係曾經分合過，後尾又離離合合咁樣。嗰個寬恕啦，
即係大家睇到知，即係開頭成日嘈喧巴佢兩個，咁但係男主角慢慢走向某個方向嘅時候咧，即係重拾咗人生，重拾咗嗰個真係愛為何物，亦唔會講得好骨痹。係睇得一套好寓意個好深刻嘅電影，同埋特別佩服男主角啦，查爾巴頓啦。樣又我坦白講覺得有啲醜，即係嗰個靚仔，但係我覺得真係麻麻地。但係做戲係好好睇嘅，即係無論以前喺艾姆杜華嘅作品咧，即係我印象中佢做過胡適新香噶啦，嗰當時都10幾年前啦。跟住當然最到200萬奪命奇案啦，甚至去到呢個即係跟住最尾嘅即係情迷巴塞隆拿啦，亦都好好發揮啦。甚至喺呢個 Julia Roberts 嗰度睇到我想，我即係想恰一陣嘅時候，好彩有佢出現咧，都要再救翻套戲叫單身愛漫遊啦。即係佢喺主角配角方面嗰個即係自己要表達要做嘅嘢咧，都係啱啱恰如其分嘅。咁呢套亦都係俾佢一個完全嘅個人發揮啦，亦都佢發揮得嚟又唔會好做作、好誇張啦。演同埋戲編導都係一套不錯嘅電影。我推介嘅呢套，阿 Ben Sir 你係咪都比較都好喜歡呢套戲？係啊，我覺得即係作為電影觀眾咧，尤其是中意即係唔係睇嗰啲過年賀歲片式嗰隻片嘅話咧，咁《美麗末日》就真係一套值得戲迷去戲院入場睇嘅一套作品。真係心理準備啦，會睇到好 sad 嘅，即係一個人去到末日啦，佢片名都講，去到末日嘅時候，究竟嗰個心理狀態係點咧？佢可能會有好多遺憾，可能會有好多不幸咁樣。對自己一啲錯誤嘅抉擇係可能會有好多無可挽回嘅結果啦。自己亦都唔能夠寬恕自己啦咁樣。咁講人性，尤其是嗰個人物嗰個心理狀態啊、救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就呢套片講得好仔細，但係冇我學阿 Harrison 話齋咧，咁主角唔會話做到好誇，佢係恰如其分咁去演繹咗一個人會係點樣。可以咁講，點樣埋尾嘅嚇？你話係咪美麗咧？我就覺得好相確啦，美麗呢兩個字就。但係佢講人本身，即係就算佢係做一啲所謂壞事都好啦。咁但係其實佢對譬如佢自己佢嘅前妻啊，對佢嘅仔女啊，對甚至係佢幫手。幫啲黑工去揾嘢做咁樣，咁佢都好照顧啲黑工咁樣，咁所以其實佢雖然話做緊啲唔叫做正當嘅工作，咁但係講其實每個人佢都有個善良嘅一面，亦都會做錯事。佢呢度係特別在佢講佢識些少通靈啊，咁佢亦都用佢嘅方法去除咗揾錢之外，亦都即係某程度上幫咗一啲人。咁呢套片就講咗好多啲咁嘅嘢，咁同埋條片都幾長，2個幾鐘頭。2個鐘係。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啦。心情已經好差嘅，精神狀態唔好嘅，就唔好入場住。要精神好啦，心情唔好太差，因為睇完咪好 sad。我哋冇好多溫馨提示咧，已經。唔係又咁講，如果你覺得自己同屋企人關係唔好咧，睇睇呢套戲可以反省下。好欣賞佢拍某啲情況，大家嗰啲同台食飯嗰啲咁嘅感覺咧，有啲似葉偉信嘅，即係葉偉信又好中意拍即係一家人食飯咁嘅戲咧，即係你係睇得好有啲溫馨嘅。咁所以講美麗係咪真係去到末日咧？咁睇你心態點睇啦。調子係灰嘅，灰就未至於盡嘅，但係佢又未至於說教話我哋要反思生命咩嗰啲咁嘅死人老土嘢，就冇啲咁嘅嘢嘅。咁就係啦，咁我即係都俾到好多啟發嘅。咁就不過 Ben Sir 嗰個提示都
亦都大家要留意啦嚇，始終係如果嗰日係好單時候咁啊，隔兩日先睇啦，反而可能比你仲有更大得着啦。好，咁呢節講到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電影長短打。喂，九叔，我今日買咗隻大笨象啊，你點睇啊隻嘢？大笨象呢隻嘢咧，有買貴冇買錯，你升10%就止賺，跌10%就止蝕啦。喂，我未問完㗎，寫10%講完你冇講，以後唔聽。嗱，不如你試下呢個啊！逢星期一晚9點鐘喺 Open Radio 收聽 IFC 後巷，有一班市場人士幫你拆解局勢，用後巷嘅角度同你暢談天下財經事。喂，小兵，弊啦！阿咪打嚟約睇戲添，個禮拜上咁多套戲，套套都好睇，套套都5粒星。你知啊，我哋嗰啲又要扮有內涵，套戲又要好睇，又要好笑，又有深度，好難揀喎。唔使驚，散仔，記住逢禮拜三晚9點鐘喺 Open Radio 收聽後巷電影院，有每年睇200套戲嘅電影俠，同你分析每套戲嘅好同唔好，咁你咪知睇邊套戲咯。咦，正喎！師傅，信男細佬一定要你幫我啊！你想求咩啊？我咪想求其咯。求其？新奇個奇啊！逢星期四晚11:05聽 OpenRadioHK.com 嘅騎文精選啦，佢哋本住求真、求新、求其嘅精神，每個禮拜都精選好多騎文啊！咁我求其聽下啦。哦，好啊。喂，九叔，我今日買咗隻大笨象啊，你點睇啊隻嘢？大笨象呢隻嘢咧，有買貴冇買錯，你升10%就止賺，跌10%就止蝕啦。喂，我未問完㗎，寫10%講完你冇講，以後唔聽。嗱，不如你試下呢個啊！逢星期一晚9點鐘喺 Open Radio 收聽 IFC 後巷，有一班市場人士幫你拆解局勢，用後巷嘅角度同你暢談天下財經事。喂，小兵，弊啦！阿咪打嚟約睇戲添，個禮拜上咁多套戲，套套都好睇，套套都5粒星。你知啊，我哋嗰啲又要扮有內涵，套戲又要好睇，又要好笑，又有深度，好難揀喎。唔使驚，散仔，記住逢禮拜三晚9點鐘喺 Open Radio 收聽後巷電影院，有每年睇200套戲嘅電影俠，同你分析每套戲嘅好同唔好，咁你咪知睇邊套戲咯。咦，正喎！師傅，信男細佬一定要你幫我啊！你想求咩啊？我咪想求其咯。求其？新奇個奇啊！逢星期四晚11:05聽 OpenRadioHK.com 嘅騎文精選啦，佢哋本住求真、求新、求其嘅精神，每個禮拜都精選好多騎文啊！咁我求其聽下啦。哦，好啊。好，翻嚟繼續電影長短打。咁呢一節咧就講一套我唔知叫唔叫特別啦，有 3D 啦。咁就係呢套舞台劇《卡門》嘅 3D 啊。咁其實咧睇資料咧就由呢個1875年咧就已經有呢個卡門嘅舞台劇嘅公映。咁到今時今日咧就其實都仲係做緊嘅啊。咁但係我對呢個舞台劇啊歌舞劇嘅認識就好有限。咁今次咧呢個 3D 嘅電影版咧就唔係一套戲嚟嘅，嚴格嚟講，而只係咧用呢個 3D 嘅拍攝技術咧就拍低呢個舞台啊。其實喺今次喺呢個英國皇家歌劇院嘅舞台版本咧，就將佢全個舞台嘅過程用 3D 技術拍攝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就真係播足咗呢個接近3個鐘頭啊！我睇翻片長170分鐘，同埋中間係有20分鐘休息場次。咁啊，Harrison，你睇完你覺得點啊？睇完起碼令我回憶起阿羅文嘅一首歌，好似都係叫《卡門》，即係大家最耳熟能詳嗰首歌啊。咁但係坦白講，我啲即係藝術文化修養非常之低啦，對呢套劇本身個認識都其實始終有限嘅，即係知即係卡門一個比較啲係咪叫開放嘅女子咧？即係迷惑到好多男人嘅，但係某個男人終於即係不能自拔對佢，跟住又被飛嘅時候，個男士點樣處理咧？咁樣咁我大致所知就係咁多，可以想見我文學修養幾低嚇。咁又嗱，不過我又睇得咧，即係其實
我覺得係有呢類即係我叫舞台歌舞劇啦嘅搬上用 3D 形式喺戲院播咧，係比較幾有新鮮感嘅。但係技術上咧，我覺得可以應該再做好啲啦，因為始終唔知點解咧，呢一場即係佢啲畫面係比較暗啲，同埋啲某程度有時係有啲角色個樣咧比較有啲鬆郁矇嘅程度出現嘅，唔知係咪自己即係始終初試即係呢種咁嘅技術啦。咁同埋係啦，拍攝上都即係始終舞台劇咧，我覺得即係你要鏡頭就嚟就去嗰啲咧，我感覺有啲即係好似即係點講，即係外版之餘都要即係靠追嚟追去嗰種感覺，即係睇得好似即係初唔係好慣。即係我坦白講，我睇舞台劇就唔算多嘅，但係由我自己去視線去追某樣嘢咧，要依靠你個鏡頭去捕捉咧，我覺得係有種隔嘅感覺咯。我可以咁樣形容啦。阿 Ben Sir，你對今次即係3D 嘅舞台歌舞劇嘅體驗又點樣？我自己本身對舞台劇都係或者歌舞劇個認識都好有限，即係自己都好少去睇啊。咁只能咁講啦，我覺得今次即係叫做真係睇到一套即係叫做經典嘅作品啦。我自己唔係特別識欣賞，我咁講，即係呢啲歌舞劇嘅作品。學你話齋會記得羅文改編嗰隻歌。咁你話劇情我唔講啦，因為如果睇開舞台劇嘅朋友可能認識。咁但係嗰個 3D 拍攝，其實我哋就覺得其實佢真係好普通。其實係真係動幾台 3D 機，全台一個鏡，左邊一個近鏡，右邊一個近鏡，咁然之後就 take shot， 就好似電視台拍一大圍所謂大 show 咁樣。即係啲港姐咁嗰啲咧，只不過就用個 3D 機拍，咁然之後就喺戲院播。咁我反而佢最開場嗰場咧，就影呢個管弦樂團嗰度咧，咁嗰個應該就真係喺表演嘅時候拍嘅。但係其他係啦，正式演出嘅時候拍嘅。咁但係其他嗰啲咧，我哋相信咧就係喺 rehearsal 佢哋自己練習嘅時候拍低佢。咁係應該係冇現場觀眾，因為如果有嘅話咧，啲機會遮住咗啲觀眾嘅視線。咁即係，但係大家睇套片咧，就會聽到現場嗰啲觀眾嗰啲掌聲同埋啲尖叫聲。咁嗰啲配翻落去嘅啫，可以錄低佢。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即係綜藝節目嗰啲，硬係要配多少少咁嘅聲出嚟。係啦，咁所以嗱，要睇歌舞劇可以嘅話，當然去翻劇場度睇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想接觸下咁咪入戲院睇呢套咯。咁但係我哋覺得以電影嚟講咧，尤其是 3D 嚟講咧，就普通嚇。咁我哋轉演員 OK 嘅，係演員所有演員同埋佢哋個唱都 OK 嘅嚇。好啦，咁轉一轉啦，我哋要快啦，咁啊講一講咧就係《皇上無話兒》。咁奧斯卡攞咗幾個大獎啦，最重要就係啲最佳電影啊、男主角啊咁啦。咁Harrison 你係未睇？咁我只能夠咧盡量喺唔講內容嘅情況之下，盡量講少少啦。咁嗱，呢套片咧，其實之前咧就已經喺香港咧就做咗些少優先場，咁所以有啲觀眾已經睇咗。咁但係佢3月3號先正式上畫啦。咁男主角咧就係哥連費夫啦，就攞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咁另外男配角咧就係呢個謝菲盧殊啦，咁佢都有提名，不過可惜就唔能夠得獎啦。咁導演攞咗就係呢個湯姆霍珀，咁好似係奧斯卡以嚟最年輕嘅導演嚟嘅，如果冇記錯就。咁呢套片咧故事咧大概係講咧就係呢個英國啊，咁喺接近二戰咧，即係呢個希特拉咧周圍喺歐洲亂咁打嘅時代咧，就呢個佐治六世咧呢個皇帝咧就原來咧就有呢個口吃嘅問題，咁所以叫無話兒咧，
其實就攞佢個 gag 嘅。咁啊呢個皇帝上場，咁佢口吃喎，咁但係成日要向國民講說話，同埋要鼓勵所有士兵啊，所有國民啊，要奮力抗戰啊，對付希特拉啊，something like that咁樣嘅嘢。咁但係佢口吃咁點算啊？點同大家演？因為佢未做皇帝嘅時候，都已經係經常出醜啊。咁佢嗰個心理狀態影響咗佢嗰個講嘢，成日都口窒窒。咁佢個老婆咧就由阿海倫娜保咸卡達咧就飾演。咁佢就周圍幫我揾名醫啊。咁揾到冇辦法咧，揾咗一個叫做語言治療師咁幫手。咁就係阿男配角啦咁樣。咁啊其實套片啊主要就係講佢哋點樣幫佢重拾個信心啊，等佢講嘢唔再口窒窒啦咁樣嘅過程嚟嘅啫。都叫爆橋啦，其實我都。咁所以即係各位觀眾咧，呢套片咧係大家係入場睇咧，就係其實就係特別係男主角同男配角嘅對手戲。男配角點樣將一個自信心不足嘅人點樣推到佢去一個能夠有翻足夠嘅自信，好好咁演說一篇演詞咁去激勵民心咧，咁樣成條片就係咁。咁佢個過程係好得意，好過癮。佢哋啲對白係好抵死亦都好多妙趣橫生嘅地方。咁啊當然啦，哥連費夫咧，無論喺即係扮口吃啊，同埋佢嗰個身體語言啊等等咧，就的確係做得好好，係做得好入木三分啦，可以咁講。咁絕對值得大家入場嘅作品嚟嘅。咁尤其是佢啦即係大家好中意跟名牌嘅話咧，咁奧斯卡攞幾個大獎，咁大家都應該去睇睇點解佢會攞獎。咁Harrison， 你即係聽完我講嗰啲咧，你係咪臨一間轉頭去買飛睇定點咧？臨慢慢先啊！既然講到咁好嘅啫，揀到最好買到啲最靚嘅位置去睇呢套戲啦。咁不過聽你咁講咧，我覺得呢套戲應該演員係攞最多分。如果編導我聽你有冇講過大綱，或者我睇坊間呢個導演表達手法咧，其實話唔係即係未至於係即係獎即係攞大獎嗰類戲。如果論編劇同導演，其實係咪一個因為我聽個古仔真係好大路、好平實嘅一個故事嚟嘅，算唔算係咧？其實即係算唔算比較普通？佢拍得實正嘅導演係個編劇 OK 嘅，係啦，拍得實正佢唔係話唔會玩花巧嘢嘅。咁但係佢嗰個因為嗰兩個角色咧喺嗰個交流裏邊有好多可以講係驚喜位嘅，因為佢哋好妙趣嘅。其實嗰啲對答同埋佢哋啲即係講治療嘅過程尤其是咁講啦。男配角咧，佢嗰個角色咧，基本上佢唔係一個醫生嚟嘅，或者可以咁講，根本上佢係一個神棍嚟。講鬼你又穿橋，喂，即係某程度上佢個角色，即係佢係真係醫到人嘅，但係嚴格上佢唔係一個醫，同埋佢講佢根本上唔係英國原居民嚟嘅，咁當然啦，佢究竟有幾多係史實咧？咁我哋唔知啦，因為呢度佢都講明都係根據史實改編，咁但係咁樣史實改編，但係佢奧斯卡係攞呢個最佳原創劇本嘅。咁大家記得啦，入場睇啦，我講咁多係啦。OK， 係啦，好啦，轉頭啦，繼續翻嚟，仲有電影長短打。地圖有指南針帶咗 iPod 行山都要帶 iPod，梗係啦，要聽全港第一個專講行山嘅 podcast 節目。上山容易落山行，逢星期三晚11點，大家記住收聽啊！昨日嘅科幻就係今日嘅科技，今日嘅科幻就係明日嘅科技。Sci-Fi 全面睇，為你哋詳盡報道所有科幻類型嘅作品，包括電影、玩具、動漫及有關商品嘅情報。
openradiohk.com， 逢星期一晚11點，一齊進入科幻嘅世界。不談高深，只求聽得開心。每週為大家帶嚟 Podsafe 音樂。Podsafe 音樂特區全港唯一 Podsafe 音樂清談節目，逢星期5晚8點喺 openradiohk.com 播出。節目網站 psmsal.com。好啦，好歡迎大家翻嚟收聽第3節嘅電影長短打。好啦，呢一節就比較特別啲啦，就淨係得我 Harrison 一個講一講先，因為而家得我暫時睇咗一套啱啱呢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3月3號開玩另一套戲，就係呢個關鍵第4號啊。一套即係屬於青春科幻片啦，我咁樣形容啦。導演呢，就其實都係呢啲商業類型都拍得都算合格嘅一個導演啦，叫做呢個 DJ 卡洛素啊。最近嘅2出電影，包括佢喺07年拍過一套叫做《虧空殺人》啦，同埋喺08年拍過一套叫《鷹眼追擊》嘅。咁就呢兩套電影即係走嘅風格都完全唔同啦。咁啊，今次呢，佢啊拍呢個即係科幻動作片添，直情係講到有外星人嚟嘅。咁呢成套戲有大綱係咩呢？就係講到有呢，原來有一族人呢，就不斷呢俾另一族嘅外星人追殺啦。嗰個叫做馬哥星，係專去即係一個好好血嘅一個星球人啦。咁被追殺嗰啲咧叫做諾威星嘅人啦，唔知同諾威奶有咩關係啦？對唔住，爛擊又搞完啦。好啦，咁諾威星嘅嘢仲有即係翻9個生還者嘅啫。咁啊，全部咧要去流落到去地球咁樣。咁咧呢個馬哥星人咧就不斷仲要追殺佢哋，因為佢哋9個咧各有一種特別嘅異能嘅。如果俾呢9個即係呢9個即係為死正種啦嚇咁講，一成熟咗嘅話咁啊大件事係佢嘅能力一反擊就非常之犀利，可以對付到馬哥星人嘅。咁落到地球令到我成日諗起呢套戲好似同龍珠差唔多咁樣，即係有啲撒亞人落到嚟地球咁樣。咁啊，但係發展落去又另一回事嚟喎，因為坊間好多人呢，就將佢比喻為呢個即係吸血新世紀嘅另一個版本啦，即係科幻版本啦。但係吸血新世紀即係到而家為止做咗3集，都睇3集同睇，等於睇一套戲冇乜分別嘅啫，來去都係拖拖拉拉又成。咁至於呢套關鍵第4號啦，其實算唔算又好睇呢？不過不失啦，即係對佢真係冇乜期望啦。即係如果睇個故事大綱，即係講到其中一個第4號啦，個僆仔呢，原來呢就做過呢個旋風特務啊，即係當然一個仲係好似好僆仔10幾歲啊，原來佢今年啱啱咧過埋4月就21歲嘅。咁佢亞歷斯比迪化呢個名就即係要慢慢大家去習慣記下。旋風特務裏面當時嘅僆仔已經幾年後變咗一個成熟啲嘅21歲即係成年人啦嚇。咁講佢就係其中第4號嘅呢個叫做諾威星人啊。咁咧就之前頭嗰3號咧原來已經俾嗰班馬哥星人喺地球上解決晒啦。咁佢要逼住走路之餘咧，跟埋佢一個守護者，即係有個人守護住佢嘅，咁一齊走。好啦，走下咧，咁啊發覺咧去到某個校園再轉，因為佢哋要生活得好低調嘅。一發覺有啲咩事咧，俾人盯住咗，或者無端上咗 YouTube， 自己又唔知又成咧，咁跟個守護者又即係喺地球又扮演佢爸爸啦，就要帶埋佢一齊走佬啦。咁要低調地生活，轉咗另間學校咧，直至遇上到呢個學校裏面有個女主角即係呢個吉列合唱團嘅演出者個位叫做戴安娜艾加朗咁咧一拍即合啦，咪好即係有一段2種唔同人咧，一個外星人同地球人嘅戀愛，同好似僵屍同正常人嘅戀愛差唔多咁樣啦。但係呢套嘢志不在咧拍到佢哋點樣浪漫，即係當時佢導演想交代嘅主要都係嗰啲即係動作場面科幻場面咁樣啦。好啦，咁跟住喺個校園就叫唔叫拖拖拉拉又未算嘅，跟住又好快又要走，跟住呢班咁樣呢個馬哥星人又殺到，又要對付佢哋啦。好啦，縱觀全片，你話好唔好睇呢？我覺得過得去嘅。其實即係坊間呢，我見到都有啲人係評得好，即係呢套戲係比較差啲。咁作為一套即係睇視覺嘅戲咧，就我覺得好即係好滿足噶啦，已經就即係尾場。不過雖然可能佢有啲到喉唔到肺，因為大家如果有睇嘅話咧，都發覺又係例牌，你留個結局俾大家留意下咁樣啦嚇。咁就佢坦白講，即係幾個演員咧，你唔會入去戲院睇佢哋演技啦，大佬真係。咁就即係冇乜嘢好講啦。只不過咧，我覺得呢個男主角咧，亞歷斯
比迪化，哇！呢個名我真係要慢慢去學習嘅嚇。成年咗嘅模樣咧，我覺得硬係個輪廓有少少似咧阿 Hugh Jackman 啊，即係阿狼人嘅時候。不過狼人而家都過40歲啦嚇，咁呢位啱啱新進嘅即係20歲僆仔嚇，出嚟個樣始終都係當然就未夠 man 噶啦，咁啊同埋演技都係未夠掂噶啦，咁啊出嚟擺一啲青春姿態俾你睇下，又可以即係周圍做好多花巧嘅動作咁嗰啲，咁啊算啦，都過得去啦咁樣。好啦，咁至於話即係同佢好似啊之前又拍咗拖，後尾又最近好似散咗嗰個頭先我講嗰個學校嗰個女仔咧，戴安娜艾嘉朗咧，就賣樣噶啦，大家都又唔好要求咁多啦。咁啊兩個啊青春活力逼人啲啦。反而相對地咧有另一個女仔，好似唔知係咪想日後走呢個打女嘅路線，就係卓麗莎龐馬啊，又係一個可能大家好陌生嘅名字。但係我如果提起呢個魔法師的門徒咧，大家都記得佢啊，即係有金髮女仔就係呢個女仔嚟啦。當時喺嗰套戲啊，佢又梗係唔係打噶啦，但係去到呢度咧又玩隱身啊，又可以周圍又割又成啊嗰啲，話又可以抵擋呢個啲火焰高溫火焰都唔怕嘅啊，因為佢亦都係關鍵人物之一。咁係佢係點樣關鍵法咧？大家又要入戲院睇一睇啦。成套鋪排咧，好簡單，即係冇乜特別嘅。你當睇龍珠又好，當睇個吸血新世紀又好，都冇咩問題噶啦。咁就至於咧特別一提，做呢個艾迪斯比迪化又要噏呢個名，即係男主角個守護者咧。反而係比較睇落個形象就硬朗少少嘅，因為佢曾經拍過好多嘅動作片啊。Hitman 又係佢做過主角啦。大家即係 Hitman 喺香港就冇正式上畫啦。大家熟悉啲已經係《虎膽龍威》第4集做即係同布斯維士敵對個反派啊。今次咧就相對地佢係做一個正派人物啦。就表現發揮又唔係咁多，即係冇乜話特別，即係俾佢做，總之係做一個守護者啦。即係中段例牌，佢會唔會生存到，大家心中有數啦。即係睇呢啲戲嘅時候，硬係實要有啲人死，或者有啲可能對影響力不大嘅人會死嘅。咁就表現就不過不失啦。咁就導演，我覺得佢今次係合格嘅。即係你對呢類戲，你首先真係唔好話有啲咩特別要求啦。整套戲都係即係起承轉合，樣樣都差唔多咁樣。況且我睇過佢嘅簡歷啦，導演即係頭先嚟最近嗰兩套都係虧空殺人同埋呢個鷹眼追擊。鷹眼追擊可以叫半套科幻片咧，佢又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都知，佢又唔係話完全科幻得晒。同埋當時個監製史畢堡啊，今次咧佢又揾咗呢個Michael Bay 啊，即係米高比爾變形金剛嗰個商業味道重到不低嘅導演咧就監製。OK， 咁出嚟嘅效果咧，又當然大頭打追啊咁樣嗰啲，都咁好睇噶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咧，仲有一套係仲有一啲特別地方，就係套戲嘅一啲即係有啲神秘身份嘅角色嘅。我又唔方便穿企住啦，即係總之有啲好似好唔簡單睇落啊，即係好似好普通嘅一般嘅生物啊咁樣，變下又變咗啲龐然大物出嚟啊！咁啊發覺咧即係正邪難分喎。但係最尾啊打得好唔好睇咧嘅，其實都 OK 嘅，不過就好似當咗睇即係魔界啊、金剛嗰啲咁樣嘅拼鬥啊，咁就係咧，我呢個咧亦都係另一個套戲嘅另一個買點嚟嘅。特別一提，仲有呢套戲咧，其實都即係好有人物交代，就其實有啲奇怪，我覺得就係即係例如好似喺校園裏面總有啲即係欺凌事件發生，有個專搞震嘅衰人咧啊，突然之間態度有啲180度轉變嘅，個鋪排方面又真係。總之好公式嘅設定咁就算啦。咁另外咧，仲有戲裏邊就有一個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所稱嘅宅男咧，成日相信有呢個外星人存在嘅一個僆仔嚟嘅，又係睇佢即係散散啲十足，好似呢個哆啦 A 夢裏邊大雄咁嘅樣。但係佢原來佢亦都係關鍵人物嚟喎。但係咪太空人咧，定係咩人嚟咧？咁大家又要去入場咧，就要留意啦。好啦，咁就呢套戲咧，觀能刺激 OK 嘅，好似仲有出咗 IMAX 版添，不過我就冇睇 IMAX 版，睇咗一個普通影院版，都觀感都唔錯嘅。咁就內容都係佢又未至於拖泥帶水，但係都係中意即係起承轉合啊，咩嘅公式設定咧，總之都係即係合萬意料之內噶啦。驚喜就唔算好大。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啊，或者拍住拖睇又好啊，當睇一個純動作片嘅戲咧，我諗都可以滿足大家嘅要求嘅。好啦，咁呢一節咧又介紹呢套關鍵第4號，就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有呢個電影長短打。矮爸係喺呢20幾年嚟咧，日劇咧只係喺90年代咧先係潮流嘅。咁但係咧，原來喺呢20幾年嚟咧，原來都有唔少嘅經典日劇深入民心嘅。係啊，咁遠至阿信嘅
的故事啦，之後就有同一屋檐下，跟住就到Love Generation 啦，同埋 Long Vacation 啦。咁而家咧，即係比較近期啲咧，就有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啦，一公升的眼淚、女王的教室同埋交響情人夢都好深入民心喎。所以想知日劇有幾好睇，同埋點解咁受歡迎，就請留意逢星期四晚12點至12點半 Open Radio 同埋 Our Radio 嘅日劇無雙啦。係啊，仲有呢個乜劇無雙喎，大家留意下。呢位小姐，你又冇發燒，血壓又正常，淨係唔夠瞓啫，唔使再翻嚟復診噶啦。喂，醫生，我唔睇你真係唔掂噶，我要參加超級新星，我唔知要改名先定整容先。唉，我老豆要發達，佢又唔知要借褲先定借錢先，你真係要幫下我啊！鎮定少少，我諗你呢啲呢叫做後天白日夢失調症，靠自己噶，我醫唔到你噶。咁即係點樣啊？咁即係你逢星期五晚一定要聽10點至11點嘅白日夢研究所咯。Candice 同 Angie 會教你點發白日夢噶，翻去固本培元啦。白日夢研究所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等我哋一齊認真發夢啦。各位開台嘅朋友大家好，我係家國心事嘅阿昌楊繼昌，我同 Ringo 會由2月28號開始，隔一個禮拜嘅週末為大家送上新一集嘅家國心事。喺度恭祝大家虎年龍精虎猛之餘，如果大家賺到利是錢嘅話，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小弟嘅處女作品，滿載家國心事，但係錯字直逼 Stephy 嘅愛情散文式小說《托馬斯》，喺商務三聯 Page One 旺角嘅聚賢書室、榆林書店都揾得到噶。好，繼續電影長短打。頭先嗰一節咧就冇我份啦，因為我未睇啦，咁啊只有話 Harrison 佢哋幫手搞掂咗啦。咁啊好啦，呢一節咧第4節咧，我哋講一講咧就係呢個第3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啦。咁啊呢個3、4月份咧都係叫做香港電影月啦。咁啊其中以影迷嚟講最大就梗係電影節啦。咁啊今屆咧講真咧，我哋覺得咧就比較少想睇嘅片啊。咁啊可以咁講啦，譬如開幕電影啦，單身男女啦，杜琪峰作品。咁但係知佢會上正場，咁所以我就唔特登搶開幕嗰啲飛。通常我都係咁做。咁亦都會有一啲叫做隆重首映啦，譬如有呢個出軌的女人啦，咁就有居然係有夏文汐復出嘅作品啦。咁講幾個女人嘅。咁我覺得特別啲嘅咧，即係譬如岩井俊二啦，有新作啦，叫《吸血達人》。咁聽就知主題講吸血鬼啦。咁呢套片唔係日本資金嘅喎，咁都幾特別。即係佢進軍呢個英語電影史係第一套咯，好似加拿大同美國合資咩？套戲好似係。係啊，美國加拿大合資嘅。咁唔知佢會唔會拍到套《吸血新世紀》出嚟啦？好怪大佬，你睇咗應該唔會嘅。咁我哋睇到有套得意啲嘅叫《豆腐小僧》，係一套 3D 動畫片嚟，咁係由日本出品。咁導演大家都唔識噶啦，因為都係啲特技動畫嘅人嚟嘅。咁唯一大家知嘅咧就係呢個配音員咧，咁就係深田恭子咯。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咁我自己咧，其實見到有啲咧，即係有啲特別值得留意嘅咧，反而係嗰啲可能世界各地唔同認識嘅片多啲啦。我就今年就真係唔係好見到我特別想睇嘅片。阿 Harrison 你咧？你話特別想睇，因為正如你都講過，有啲戲咧，你即係就算係咪即係對電影好，即係成日睇好多電影嘅人都覺得感覺佢係會遲啲上映咧，即係需唔需要或者去同人逼咧，或者要趕時間買咧？咁我諗就未，即係吸引力，我覺得係今屆相對地比較有啲弱，因為大陸到你根本都預咗遲啲上啊，或者係嗰啲根本即係唔使你電影節推介我都會自己睇嘅啦嗰類。一係就小眾得咧，或者我自己孤陋寡聞啦，好多人唔係好想睇。咁所以我頭先講出軌嘅女人，始終都要睇睇。除咗夏文汐之外啦，即係因為都好耐冇拍過戲啦。尤其是導演啊，我都話睇到名字，我都眼前一亮嘅就係潘源良。填詞人咧，其實我諗佢最初身份應該係即係大家最熟悉。
咁但係因為即係佢之前其實86年係都25年前拍嗰套叫做86定87到約莫呢個時間，有套叫《戀愛季節》嘅，黃耀明同李麗珍。未計呢套之前，佢至今為止所執導嘅電影就係《戀愛季節》，跟住中間就繼續填詞啦，同埋而家最近都講波添啦嚇。咁啊去到呢度突然之間拍出軌女人喎，咁我都有啲期待嘅。咁另一套我想提一提就係一套法蘭索亞奧桑啊，即係大家拍過《百美千嬌》啊、泳池呢個謀殺定情殺案啊，唔記得中文譯名嗰啲，即係仲有舊年嘅《人茫茫》啦，嗰個法國嘅導演啦，係佢再拍翻加芙連丹奴，即係《百美千嬌》，就係加芙連丹奴唔使講添嘛，法國第一美人嚟噶嘛，不過就依家變咗師奶型啊嘛。咁呢套戲嘅中文名有個好笑，佢叫讓師奶飛喎，真係。即係我睇過佢啲預告，佢應該唔係講而家好似可能講60-70年代，因為有呢啲法國啲宮朝定咩嚟嘅。咁啊跟住講佢代替咗老公去收拾呢個爛攤子。咁啊中間就要好似揾埋仲有佢第三度合作，同佢第三度合作嘅謝亞迪帕杜啊，做佢個舊情人，因為呢個舊情人佢而家謝亞迪做咗市長嘅。咁最有趣咧，成套佢係用喜劇包裝嘅。即係預計都會即係周圍唱下又講下，跟住成班人柴娃娃玩咗啲可能啲懷舊嗰種咩感覺啦。我覺得有啲睇頭嘅。咁就另外啊，仲有一套咧，我就反而有啲擔心啊。我用擔心嚟形容呢個趙氏孤兒啊，因為唔知點解聽到陳凱歌個名，我印象最深當然就唔係梅蘭芳啊或者霸王別姬，而係呢個無極嘅大佬啫。簡直即係睇完唔知你知唔知噏乜啦？好啦突然之間佢唔該一聲去到趙氏孤兒又講翻啲古裝嘅劇情片啦嚇，咁我真係我大哥都唔想睇，因為聽到已經同埋內地口碑咧有啲打冷震。仲拍國優唔知會拍成點啊！真係大家有勇氣嘅就即係俾錢買入場睇，希望係一個即係我係走落眼啦嚇，希望都唔會拍差。如果好似無極咁樣咧，就真係嗌回水又無謂啦咁樣咯。即係有呢兩套好極端嘅評價電影，我就 Ben Sir 再慢慢睇，你自己有冇啲咩新發現咧？我想大家我有套咧，我而家好猶豫，究竟買唔買飛嘅？咁中文譯名叫做《天堂物語》，咁係一套日本片嚟，咁導演大家唔識叫賴瀨敬久，我都唔識。咁條片咧就係278分鐘，即係成4個半鐘頭有多，中間係有片場嘅，有中場休息。咁講成好似成8-9段故事。咁就係講有些少又復仇啊，又日本啊，咁有啲變態咁樣。我好猶豫究竟買唔買飛。咁大家可以上翻去睇睇啲資料，睇下咁敢挑戰下啲咁長嘅片啦。咁但係我反而今年咧就自己比較留意嘅，就譬如焦點影人咧，就係香港都即係都叫好多人認識，好多影迷都好中意佢嘅就係韋家輝。咁講真啦，韋家輝導演嘅作品咧，即係佢叫導演嘅作品咧，我係揸一套未睇嘅，咁我都會睇埋。咁跟住同埋佢有講座，咁我自己 mark 咗位會去聽。咁另外我亦都想大家留意下咧，就係有一個環節叫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諗大家香港觀眾都知呢句咩？咁就係揀選咗呢一批叫中聯電影，即係香港舊嘅黑白片年代嘅電影啦。咁係啊，係啦，咁幾年係啦。通常咧，大家見到嗰啲主角咧，都係嗰啲吳楚帆啊、張活游啊、張英啊、阮兆輝呢批演員嘅。咁今次揀選咗都好多套作品，咁大家都可能即係未睇過都會聽過。春啊、父與子啊、危樓春曉啊，呢啲我諗父母心啊、兒女債啊、春殘夢斷啊等等呢啲咧，即係香港舊時代一種可以講係激勵所有香港當其時嘅人嘅一種集體向上嘅一種推動力嚟。Harrison 你覺得係咪？
冇錯啊，尤其是啱啱，因為呢個中聯係好似50年代初成立嘅，咁啱啱當時戰後嘅香港啦，乜嘢都要重新再嚟過啦。咁佢哋拍嘅電影咧，即係通常坦白講教化就少不了噶啦，因為始終佢哋着重呢個電影就係一來就除咗要教化呢個即係社會大眾咧，同埋都想即係真係拍出啲優質嘅電影嘅。即係唔想求其又好似啲博大霧嘅啲劣質片咧充斥嘅時候咧，即係整到影壇更衰。咁作出發點非常之好嘅，咁就即係值得即係大家喺今個節目睇呢個即係睇明星又好啦，即係當話好多啲大卡士啊，其實大佬可能而家可能啲80-90後對呢批嘅即係演員就比較陌生啊，但係睇落即係冇舊點會有新咧？都要了解下，即係當時個電影啊方面咁樣啦。咁我自己仲想突然性要交到推介呢個叫《豺狼卡洛斯》啊 ，Ben Sir 呢套戲咁勁啊，5個半鐘，放心，中間嘅20分鐘休息嘅。點解要強調咧？因為除咗我賣點或者可以叫賣點啦，就係阿薩耶之即係又要強調翻佢係張曼玉個前夫冇計嘅，我自己成日都要提一提咁樣。咁佢拍一個即係卡洛斯就係呢個啲70年代嗰啲即係恐怖分子嚟嘅，咁係一套傳記電影。咁特別係點解睇一睇今次版本？因為其實舊年法國電影節做過咧，好似唔係足本嘅，好似都係3個幾鐘嗰啲嘅。今次佢又播足呢個5個半鐘版本啊，咁就即係原汁原味啊，值得留意啦。咁就另外一套原汁原味咧，就佢叫我看見惡魔嘅，即係我愛午夜場嘅環節係咪叫我看見惡魔？係啦，即係崔文植啊、李炳憲做一套超級變態黐線嘅電影嘅，即係總之係追捕啲變態狂徒啊、殺人犯啊之類嘅戲啊。但係聽講話咧，佢某啲位咧就係呢個喺韓國公映嘅時候咧，就一樣剪咗嘅。即係我諗就唔係好多，可能剪幾分鐘啊嗰啲咁樣啦。但係今次咧你都睇下佢咧就好似又播翻足本啦，都成即係142分鐘，即係都有接近2個半鐘嘅。但係就聽講話有啲好核突嘅鏡頭㗎，所以佢安排2出喺我愛午夜場環節有啲深嘢睇翻嘅，哇夠晒驚慄啦咁咧，到時即係你承唔承得到個閣下嘅時候話俾你，即係足本超級變態核突嘅一套3級電影啦嚇。咁又係滿足佢觀能刺激啦嚇。阿 Ben Sir 有冇要再推介下咧？我都係繼續哈日啦。咁有個環節咧就叫做松竹啊，風傳才巨匠。咁松竹就係一間日本好出名，亦都好多年嘅一間電影公司啦。以前就比較多投資製作，而家就集中做發行多，咁但係都仲有製作嘅。咁揀選咗一批咧，叫做涉谷實導演嘅一批黑白片嘅作品。咁但係講真，我自己對佢唔多認識嘅，因為實在太早年啦。咁但係好多即係日本嘅導演啊，今時今日嘅作品其實都係即係經呢班舊年代嘅導演所影響。咁所以如果想知多啲即係嗰方面嘅話咧，睇翻啲舊片係好應該嘅。咁我會盡量睇下可唔可以睇到啦。Harrison 仲有冇啊？仲有一套啊，雖然喺奧斯卡個最佳動畫落敗咗，但係都值得一個捧場嘅，就係叫做揾緊資料。幻象師係啦，啱啱喺度係啦，即係瘋狂約會美麗都啊，幾年前一套又係法國同我嘅班底再嚟一次嘅。特別一提佢個古仔背景攞咗即大地啊，即係法國一位50-60年代喜劇巨匠嘅一個劇本，拍出一個即係好即係好又係一個美麗嘅世界，拍得好好睇。咁就即係大家即係雖然係奧斯卡輸咗，但係即係質素一定都唔會差嘅呢套戲。咁大家留意啦。好啊。咁我同阿 Harrison 個推介大概就係咁樣啦。咁睇下大家睇完之後仲有冇咩心水啦。咁今次繼續啊，大家可以用指南，用上網啊。今年就多埋呢個 iPhone app。方便大家揀選，大家咁要睇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其他活動啊。譬如我就 mark 咗韋家輝嘅講座，咁睇下到時有冇人認到我啦。可能我一出